到一條路線圖出嚟咧，咁我相信咧係會贏到香港市民嘅信心。呢個係頭先咧，我哋聽三位講者都講到一樣嘢好緊要，就係香港要維持國際化。咁呢個問題咧就其實我都好想問，而家喺呢個政治嘅環境之下，咁即係大家都知要維持國際化好緊要啦，香港國際化，但係其實係咪講就容易做就好難？即係譬如你去外國，人哋都唔會見你嚇，譬如歐美啦嚇，或者甚至頭先好似阿曾生講嘅，咁我哋都想吸引啲外國嘅資本嚟香港投資買樓嚇，但係根本上佢有個限制，根本就唔俾你買嘅嚇，即係原則上你係批上去佢都唔會俾你喺香港買。呢個買呢個內地啫，我頭先講嗰啲係啲大型嘅 investment fund， 即係如果揀咗如果啲美國 related 嘅 investment fund， 以往喺香港好 active 嘅，即係好 active 買好多寫字樓啊、整頓啊、商場都整頓咁買。咁但係呢啲咧，如果今天咧你要再 raise， 你可以 raise 錢嘅，即係冇 raise 錢。但係如果你話俾佢聽，你啲錢佢將會投落去喺亞洲對香港或者國內咧，美國咧佢嗰邊咧就應該就唔會批准你咁做。你錢可以 raise 曬，冇人准投，所以佢投晒喺日本咧，投絕東南亞投，但係唔投得落香港。呢個係一個 fact 嚟嘅。咁但係呢個咧其實咧同我哋地緣政治有啲關係。咁即係我講得可能有啲恐怖，但係即係呢個或者係短期內未必可以改善出嚟嘅。即係呢個好多基金都有提過，佢哋都有投入香港嘅嘅擔心。華生，如果6月1號做呢個貿發局主席，你點樣去開展你嘅工作咧？而家離開6月1號再約有冇幾年？俾我諗下先啦。我頭先答翻呢個問題咧，曾主席講得好啱，有個藍圖。其實我離開政府之後，都有個咁嘅意見嘅，就係話咧香港唔可以淨係靠金融，唔可以淨係靠旅遊養活我哋700幾萬人。因為咧你睇下新加坡，頭先我講過，新加坡嘅 GDP per capita 9萬，我哋5萬幾，點解啊？因為人哋嗰個所謂 economic growth 就冇我哋多，過去呢20幾年係嘛？咁我哋點樣先要有翻嗱？即係你香港而家我哋呢幾年